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去看爷爷奶奶，虽然是下雨天啊，但是看长辈啊，从来不是看天气，想到他们就可以去。长辈对我们来说就是宝啊。20年吧，也许40多岁的时候，我的事业可以发展得很好了，但是他们很难再看到了，所以我认为还是要珍惜当下。出发。阿爸，今朝正好空来看看人道。没好啊。正好马上要中秋节。中秋节在。阿爹啊，你最近身体哪哈讲？最近为啥？中秋节的日玩，那么你到学堂呢比较干，我比我是不大本多吃食，那么我一想米蛋呢，米蛋零的，你也欢喜吃的？欢喜吃中国，欢喜吃的。你到慢慢就吃饭，让你来的。爷爷奶奶家新买的电屋宝，好像年纪大的人都喜欢用这种屋宝，现在年纪轻的已经不用这个了。我外婆家用的也是这个。哎，不，奶奶弄啥么子啊？我那弄羊肉把你的吃啥么子？啊，你都会毛个羊肉了？阿掉毛的。猪个哇，你都平常辰光也吃个？吃个，甚至来菜也毛得很低。哎不，你到个沤口里为了沤啥么子叫？沤鸡。为沤鸡啦？Later。哇，朋友们看看这个羊肉啊。这是我今年在苏州第一次吃羊肉，上次吃羊肉那就是在新疆。来意匆匆，去意匆匆。哎，万一我他空子再来看呢？回来了，还有一些羊肉没吃完，爷爷奶奶让我们带回来了。小时候是这样，10年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是永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。最后，祝天底下所有长辈们都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爸鱼们，再会。